四灵鬼，你处处伫咧盗票店，莫非你有甚物冤枉，在店面前将失走？金莲，妈，今仔日是恁阿公的忌神，紧来拜拜。好。好。阿公，你着保庇我熬大汉哈。金花，金花。哎呦，金花，大嫂，哎呦，家姐我拄仔去撞着王大嫂，才知影讲恁伫咧遮，啊若无我咧找恁，拢找到咧找规半工。哎呦，可怜咯！啊，恁已经厝哪会去用地甲歪高饲带？啊，对啦，金莲。丁山，快紧来拜见阿金。阿金，阿金啊！嗨，乖哟！啊，讲这偌久无看了，讲遐大汉啊啦。哎啦，小强，哎呦，阮婆婆讲摕这米吼，讲互恁转去煮煮的啦。是，多谢小奶奶。大嫂，替我甲阿爹甲阿娘，还阁有全家人问安。哎，放心啦，我会啦。啊，我今仔日是来甲你讲哦，恁贵有消息转来啊呢。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喏。阿金。啊，阮阿爹是伫倒位哈？阿金，你紧讲，我要找阮阿爹。莫吵，我甲你讲啦，听讲即马东军哦已经跨海征东啊，到已经3工外好城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即马若讲落去哦，你一定会足伤心的啦。无我规矩莫讲哦。无咯，毋管是伤心，还是啥物歹消息，大嫂做你尽量讲互我听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煞毋知影讲哦，现在皇上哦被困伫迄个外好城，遐所有兵马啦，啊，甲咱邻居啊吼。听讲，拢已经死啊呢！不可能，连贵袂死，我唔相信。哎呦，可怜咯！啊，唔敢若你家己唔知影尔。即马已经下旨落去啊呢，即马国府州官拢伫咧招兵买马，要去救皇上。啊，我看吼，一定无望的啊啦！啊，无我代志甲你讲好啊，无我要来转啊吼。啊，可怜咯！阿娘，我来找阮阿爹，你来找阿爹无啦？你别紧啊，阿娘。我所言，我心。
哪会家一个人戆戆徛踮咧遮咧想啥物？我哪有伫咧想啥物？大哥啊，啊，咱即个庄军洞，敢咱仙境共款的，咱大家有通食，有通住，阁无人会来甲咱搅了，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呢？敢讲咱会用永远踮伫咧即个所在是？大哥，啊，这是现你娘娘甲咱指点的，叫咱大家都在踮咧遮等候时机啊。但时机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呢？哎呀，大哥啊，即马毋着换小弟来考劝你，凡事毋通着急啊。大哥啊，你看你啦，人逐个衫裤拢已经脱起来洗哦，干焦你一身躯衫穿遐济工，穿甲规身躯已经臭毛毛啊，啊无想要脱起来洗。来啦来啦，你若变大小弟甲你洗，你脱起来啦。等一身躯走出来，哪有什么衫通换咧？哪会无衫？我鼻都袂感觉臭啊！哇，拜托的拜托的，啊，等你迄输水火泡啊，你毋甘清洗无？小去换迄输起来，即输小弟甲你摕摕仔边暖暖的啦，去啦！好，你若爱洗，我就换你洗。紧去紧去。阮大哥迄只马，哪会无代无志叫到呢？小翠，大哥你紧来，马是安怎哪会叫我呢？毋知影是毋是有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真有可能。我想着啊，因为咱秘伫即个山洞遐尼诚侪工，真有可能拢会伏伫迄个所在，伫咧无聊啦。哦，要无我来叫他徛徛咧，你倒转去等我。董太宗，叛变啦！伊是皇上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我何不来去甲皇上见面，迅速就我完了，望皇上怜开容恩下罪。林贵啊，因错了好久了。罪先在此，请皇上下罪。林贵，你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？皇上，罪先是冤枉。林贵无什么来赐教，叫皇上下罪。赐教，行刺我的人是范仲介所闻，你救驾是公神啊！最先听说皇上忘掉，迄就是说明是林贵要赐教天子，谋夺帝位。这确实是冤枉，叫皇上下罪。丁望条迄首诗，是讲你令宝珠跨海情动，哪是讲你的赐教呢？这话是什么人甲你讲的？那呢？莫非是张先锋在骗我？是林贵，你处处伫咧盗撇阵，莫非你有什么冤枉，在殿面前将实走？你
文边，兄弟听老千岁，赐我零仔钱，三字真名披情衣。刘先锋啊，伊讲皇上将强下旨，临贵是赐家之人做难易，叫我无名临贵这个名哩，改为是咧就无人所知。是安尼，莫怪定在10万兵马的名册中，找无西林贵这个名哩。来，定问你，你是伫咧倒一赢，倒一坐，身为何职？皇上，小兵有5位，计义的兄弟9分啊。主案在我2号营中做一个回头军，伊有心杀着，先锋着毋应准啊。只好破茶煮饭度新婚。那呢，是伫咧倒一关，什么时阵？皇上，初次杀着金沙滩，我离厝求甲凤山，3次杀死安殿宝，公路破伤，报我公阿罗。竟是先锋骗官人，气度温婉，眼望现身。今日君臣见伊面啊，皇上，我满包冤枉啊！只可惜，现将你累厝，演技讲，有讲的官人，变有风。高官的言辞哦，心无希望，只望报国好君啊！报国是好君啊！好一个报国好君王！皇上，犯兵已经逼近，请皇上你回营，护神来去对着一位犯将。且慢，官人将这个龙宝甲挂起来，互你为做见面的信物。多谢皇上。啊！哈！司令贵，你唔能走，唔能走，唔能走！皇上啊，迄就是永无现实，你讲叫我走去啊！天已经甲伊见面咯。哈！